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真正後生文學獎今日第3年嚟哦，大家看到咧東盤嘅日本哦，今日啲都有千多好文章，應該講咧所有得獎嘅作品哦，每一隻文章啊都係大家所有得獎者記得用心寫下嚟，記得鮮明嘅警告哦。而且呢一本書大家當上嘅看出麼？喺今本嘅節目當中呢，會有問題問大家，到呢啲粉絲專頁留言是做得抽獎送日本大家哦，所以大家等下認真看內容啊嚇。好，我想咧後生文學獎大家啲都當到係類型咯。喺今本嘅節目當中呢，邀請到係散文組嘅咧受獎嘅得主，老入選嘅得主到節目現場同大家來分享佢哋嘅作品。首先來分享受獎嘅得主。Rita 姐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吳洪忠，今本呢動歡迎來到了。歡迎洪忠，繼續下來呢，你來分享嘅係入選嘅得主依靜。大家好，我係張怡珍，從真本會來到嘅。哇，歡迎兩位，係家下哈兩位呢。介紹自己嘅事蹟後，本大家講，你係後生人嗬，會講客家話，或者寫文章來表達自己客家嘅經驗喎。該當時有冇啲講呢比賽，有冇想來參加呢？合作？哦，因為我本身有自己在做文學的創作，那平常也有在寫作的習慣，我在網絡上，不管是像客委會或者是文化局等等的，就有看到在後生文學獎的徵文的的張貼，所以我就有興趣來參加。哇，所以你離行嘅電影還係學生的嘛？在念碩士嘛？對，我現在還在就學當中，目前念中興大學中文所。中文所，對，所以難怪文筆很好啊！哈，好，當地寫論文，哈，所以佢講有啲壓力，唔講那受獎，有肯定，所以我想對論文幫助會很大哈。絕對做得當順利寫當好嘅論文哈。你入選呢，依靜啊哈，你自己理下本身係先生，係先生咩？幾當時我會想來參加一個後生文學獎呢？就是因為我的小朋友，他的母語是學客家話，然後他的客語老師就是有告訴我們這個訊息。那因為我有跟他聊到我母親本身是印尼華僑的故事，然後他就很鼓勵我，就是把這個故事說出來，跟很多相同一樣是印尼華僑客家人的身份的人一起來分享，對。哦，鼓勵出來參加哈。你啲講咧文學獎叫分組當冇強樣，兩位參加係散文組嘛哈。其實按多嘅組別，有冇當上來寫散文，用唔寫客家嘅詩啦，也係講其他嘅題材啦等等呢？怎麼會選擇散文？哦，因為我本身就比較擅長寫散文啊。那我本來也想寫客語詩，只是我對一些用詞上面不太熟悉，所以我就改用我比較熟悉的，就一樣用華語書寫的部分。哦，對，很中意係哪邊音？哪邊音哦？那係花蓮。花蓮講開了。對，講了。細啲花蓮台呢？沒，我搬家很多次，所以我目前家人都住花蓮啦。對對對。所以像細講客家話嘅時間冇當衝下。係。哦，咁講一上，基本已拿到了受獎哈，今日開始是很難失望了，連客家話什麼一定愛啊哈。係啊，嘅依靜老師哈，因為你自己係媽媽係客家人咩？哈，佢說我講全部唐嘅事，唐嘅事，細卡冇得講係啊。
就是小时候妈妈比较在意的是念书的这一块，然后又再加上妈妈的以前那个年代大家就是经济起飞，然后长辈就是很努力的工作赚钱，所以比较在意小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念书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摆脱他们以前贫穷的身份。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，为什么想写散文？其实我是想要分享，就是其实我们平常因为我们当老师很常说故事，那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他写得很好，他说其实说故事，其实我们平常说故事，我们在听故事的人感觉都会像是遇到一个一个的路障。那为什么是遇到路障呢？就是会让你停下脚步，听听他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故事。然后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喜欢散文这个题材，因为它就是把一个一个的故事堆叠在一起，所以每一个人在听完，就像听完我看完汉章的故事，我就会开始想我的阿婆的故事。然后就是我觉得故事它是有温度的，对，而且散文类别它的篇幅比较短，然后让会很快的吸引到别人的目光，对，所以我就是蛮喜欢说故事，对。刚刚先生讲到吼，其中好讲故哦吼，喜欢说故事。其实你个题材，伊就有伊讲故事的方式吼。安尼既然系欣赏，然后就像欣赏都在讲，刚刚讲到散文，它是篇幅比较短，不过还系有起承转合咩？个短篇小说，安尼谈起了就会较长的咩？对。各位小品文呢，到散文蛮冇共用。其实我觉得啦，如果以我的分类来讲的话，从事文学创作，我会把散文归类为非诗跟非小说的部分。那小品文的话呢，也是写故事，就是在散文再更短一点。它比较重要的是以故事的方式呈现。散文的话，其实比较自由，就是你有时候想写什么就想写什么，你甚至不一定啊，不是说完全没有，就是要有很完整的起承转合。你可以就是像抒情的方式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。对，各位很多散文就它题材其实是比较自由一点。对。各位亚拜，我想6米得奖了，一定很高兴哦。这个拿到首奖，不卡你有嘛个动态的反应吗？那阿婆讲冻河啊，就这样。冻河啊，阿婆是讲冻河，那顺着冻起来。对。很澎湃的情绪啊，是讲冻河，你要两只死听听哈。你要紧紧冻从阿婆，因为我看了文章，从阿婆很内敛的情感，不会到，不过是讲重点。对。平常他也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啊，就是比较传统一点。当他知道我得奖的作品之后，他也蛮高兴的。那其实我感觉得出来，他是想要鼓励我的，可是他可能比较不会用他想要鼓励我的方式去鼓励我。对，然后而且加上他不太识字，所以像我的作品，我可能要念给他听，然后就是比他自己阅读还要好。哇，所以你俩完全系写到阿婆哈，阿婆学诗咩，学写诗咩。不过阿婆又讲好，你也是系好，系吗？是做事咧未当感通啦哈。然后就创作吼，透过安样嘅做得接近老不看嘅气力。而且我看一阵的文章，地都是写咩系写到上一台，也系上一台的情感哦。跟你得奖写妈妈有什么反应吗？妈妈的反应非常的平静对，很冷静、很平静啊，因为妈妈觉得应该说她的故事，我应该要写更好。因为像要来参加节目录影，昨天我就有跟她说，妈妈你要做一下功课哦，因为今天要说你的故事哦。结果妈妈她都完全没有看过，对，然后妈妈就说你应该要写更好一点。其实我觉得很多客家人的长辈，就是他们内心可能有很多想要勉励自己小孩子的，可是
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他们的原生家庭就没有这样的氛围，所以他可能很开心，可是他却用另外一个方面反而说，哎，那你怎么没有得第1名？对，然后反而就是，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，我们渐渐就是步入中年了，我们就开始会去理解妈妈这一代她的背景。然后跟他互动的方式，就是会渐渐理解说，哎，其实这就是他鼓励你的方式，对。哦，绕口还严格，不过女性地图启动爱成业动物的，不过做得喊啊强，对，好就会更多的督促。是像阿婆讲动喉，也是表示讲肺胸喉。不过阿婆是像了稳重地图讲阿婆好写实，很内敛。到尾，不过了女性地图我动到的想法，希望讲顺能做得来挖坑来呀。对，其实他还蛮希望就是我继续写多一点他的故事。我其实一直都有在写，只是我还没有就是可能发表出去。然后我会跟他讲，然后跟他讨论。然后也很希望他再跟我多说一些故事，我很喜欢听故事。哇，你每当期待唐一讲他那都有故事哦，哈。好，等下继续转来哈，你有神秘嘉宾哦，好，所以请大家先聊一下，继续转到福喜来嘞。大家转到福气来咧，今日的后生文学奖来到了下山文组的首奖了，入选的得主哦哈。韩国今日节目当中的新比嘉宾是马莎呢，你先来分享了，当有精神，当电影下的发言者，系玉珍的妈妈哦，分享发言者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有朋友嘛？同房女今日来了了，大家分享。荣耀的事情。哎呦，重赏鼓励哈！哎呀，讲到荣耀的事情，就会讲某会有得奖哈。韩国吼，一个故事本人写出来哈，我想个心情看到有无同样，唔敢讲，我某应该写到还那好啊，希望唔知道讲人故事应该用来表态呀，讲同大家来讲一下人嘅故事啊。人嘅故事一简单呐，我就会阿爸阿妹是太六。出生的哈，就给他战争的时间就去印尼，到印尼去，米哈中阿妹是童养媳嘛，童养媳就没有阿婆就讲讲个出去那边吼，个讨反婆，所以讲就含阿妈嘛是总会出去，出去没就出去一了就了了10多年了。10多年就叫9个生人呢，叫个6个妹3个来的，就大家做个呢，家下就读国民党的书，家下我爸爸就想讲话，你啊，个印尼读哩呗，中文本来得读中文，读梵文，我爸爸就想到我哋会变反婆。基隆是講人嘅安尼啦，講人老人家就會講話變反婆反鬼，安尼唔好，就來去進唐山，頭擺就講進唐山，進唐山呢，佢講體力健康又唔好，要進唐山又會鬆弛咗，佢話進台灣呢又辦事咗，佢話好印尼用個神呢，印尼做電視咗，哎呦，就唔好，上來上去米下用辦呢，還係辦事好了，還有一個。上嘅希望係冇，對，還有機會好上吼，還有一般的機會，所以講就申請進來哦，申請進來就政府就批准好嘅，就可以你就帶外人，就帶6個生人嚟，我媽媽本來叫9嘅，上面呢以前呢醫學冇辦法，冇辦法，它就變成國冇按到醫療，冇按到醫療變成就。冇乜嘅好的東西，所以就旺盛呢，就傳到6個，所以帶6姊妹進來。哇！我哋就坐嘅太輪船，叫到灣沙，咁啊一曬一曬，一種，
床出细细병诶，我翻身都要跌死。安尼哈神奇的部分，你就是安尼神奇的部分哦，应该吼再个写很啊多，自己写出来安尼做无？安尼就安尼吼，你讲吼，做下录音下来吼，我会想到出来谈一下，还有个再个问一下，我写个完整。一下安尼发音字嘅人生历史安尼，超清神奇。就坐嘅到晚上嘅輪船咯，即係在台灣啊，就上港愛下去，吼下去就變到阿爸講上港唔好喎，下去要轉唔來，因為實就唔敢下去，咩都船空訂到做係9日9夜。哇塞！坐船做9日9夜，就看到台灣嘅燈塔，哦，有希望嘅哦。哇，真經幾懂事哈！其實有青島嘅故事哈，大家拿到一本書哈，文學作得主所寫嘅一本書，你去做嚟看到青島嘅內容哦。你當然，呢度我知道哈，看發現這個故事我當皮膚一個出一個人講呢，客家人咪哈，有一個精神就係唔驚失敗，也唔驚艱苦，哈，就。反正吼，我青島出來命一條人變就錯嘅啊，哈，就為到生意咩好，哈，為到自家嘅未來咩好，就當艱辛嘅大變下，佢出有出路咩？當初唔看到安尼燈塔係冇，嗰個客家嘅五線哈，無論係人嘅愛情故事哈、婚姻之路啊，還有生意教養之路咩好，就係一路行有請堅持，我知道，本每一家哈，個同爸爸媽媽嘅話。冇辦法，係你家嘅吼，家嘅安尼一路向安尼嘅感情吼，其實培養生人係做培養到當好，我相信咩你就還福氣吧。哎呦，冇錯，福氣來多一年，全部係有福氣嘅。有福氣，有福氣，所以個福氣這個也是很重要。好，有用心啦，哈。生意你乖啦。哦，生意乖哈，媽媽有馬哈多嘛，有慳鹽嘅嘛，有冇？會嗬，會慳鹽嘅，就希望生意。第一年過鹽嘅，唔錯就會打。哎呦，見他是打唔得。哦，就冇咁樣講嘅方式啦。見他就打唔得，打就會唔做得。唔做得啦，其實我看啊，媽媽也還係非常非常有法力哈，他們講翻來就知道吼，條擺故事當中一下吼。書一打開了，就真經發跳跳一啲什麼樣動作？人家講到要你媽媽嘅童養媳咩？好講你係奉父母媒妁之言咩？哈，當中安尼一路下來，我看很重嘅阿婆，咩係做童養媳呢？哈，條擺人就做童養媳。係啊，條擺人這個冇有送本俾人，拿一隻來接嫩，就是這個嫩狀態，以後就拿來批本做新球。係啊，哈，可能知道安尼。30暗部就送做袋。哎呀，真經安尼吼，唐希龍也知道做現代五線吼，真經，他都會持有啦。見他人他幸福。見他人他幸福哈，唔過捱到咩喺行啊大病，可能幾隻經濟幾隻社會嘅環境較好，唔過捱上捱到要看到佢哋前輩嘅努力，捱到咩喺大病度誒，你知冇？唔看後生人就要有大病，爭有好嘅成績咩？係啊，就大病，爭會有好成績。係啊，嗰時安尼一下媽媽看到冇？見他後生人一度都唔肯大病，唔肯大病哦。誒，見他人都是懶死。哎呦，唔是自個做來食，我等頭班人做，哎自個做來食，按無限來做。跟媽媽安尼看，我哋啲後生人吼，唔見安尼勸化咧，我哋就會談哦，就會談吼。就愛殺忙，又愛省，愛賺錢就愛省，沒有我用錢就愛省到誒，天白路誒，真有錢好使。好，我哋談一批，最起碼我哋30位談一批啦。真嘅，唔可能每一下人故事吼都見吼，有知道個你自家心境有轉變冇？都幾當時對你係印尼華僑，安尼嘅生活都一下，你就會台灣人咩？就係客家人咩？對啊，還是一出就安尼認為嘅，就按樣講，就知道青沙皮。好，懂驕傲安尼哈，懂自信安尼哈，心情其實有一個轉變啦哈。哦，懂好，其實我看到，家看到發言機安尼講吼，咁咩看到
背後聽出有真多嘅故事。我沒想到漢中寫家譜吼，但學寫詩可能以前人家講到沙飛屋卡較苦咩，無好讀書咩，看到人家婆講頭頭8年落台啊吼，去到嘅學校嘅門口，頭看人讀書寫詩吼，後背本爸爸看到。大哦，做唔得去啊！就安尼開始就無好嘅，我家本一家嘅，算一家無血緣嘅阿哥吼，就開始咩係愛生養後代安尼吼。你自家知道對客家性有乜個想要講嘅話嗎？哦，因為像瑞塔姐剛剛講的，我阿婆她那時候送去當童養媳之後呢，白天工作、煮飯、洗衣。還要養雞鴨，然後之後還要背着他的妹妹。那時候他的妹妹可能還在襁褓當中，於是呢，背着他就一邊背着一邊工作。那時候他也沒有很大，他那時候也7、8歲而已，7、8歲還要背着一個妹妹，還要工作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，他跟我講說，他那時候想要去上學，因為他想要學寫字。想要就是讀書，然後他就偷偷背着他的妹妹，跑去學校旁邊，那時候老家旁邊就是一個國小，很近，其實走路大概不用2分鐘就到。哦，對，對，然後他爬上一個坡，然後到那個國小一排校舍，他在旁邊窗戶那邊看，然後看他們，然後聽他們讀書的聲音，然後他就覺得很高興，很羨慕，對，很羨慕。然後可是呢，因為你小小的，然後又不見了，馬上就被發現了。然後回來之後就被毒打一頓。從此以後呢，他就不敢再去，就是學校那邊了。對，所以你覺得客家女性真嘅安尼一件事哈，很偉大咩？真的非常偉大，對，對。還有就是。除了雖然她是童養媳，可是到最後她也沒有嫁給，身為就是沒有嫁給就是童養媳他們家裡的那個兒子。對，因為她沒有讀書，可是像她的哥哥姐姐們呢，其實都有就是讀到可能那時候中等教育以上，然後那時候她覺得自己沒有讀書啊，就配不上人家，所以呢，她最後還是。也是透過媒妁之言，又嫁給我現在外公，所以其實有時候人生真的很難去了解自己，就是到最後遭遇是什麼。對，係啊，其實哈，呢兩篇故事啊，都是喺當到人生嘅高潮迭起啊，我想等下節目到轉來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大家轉到福氣來咧，今日呢 Rita 喺節目當中嗬，聽咧2位後生文學獎3文組嘅得主嗬，來分享佢哋生命當中前輩嘅故事啊嗬。韓國安妮嘅發現姐喺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嗬，發現姐你嘅生命嗬，經過安尼當到安尼太風太浪嗬，唔過也可以啦，還係非常嘅有精神，人講越挫越勇，就係安尼係嘛？越挫越勇。我哋個其實嚟到台灣嘅時節嗬，本係愛讀北一女嘅，成績當好，唔講用嘅喏，嘅制服本人拿走一扛起來嚇。本阿媽媽扛起來，唔本嚟去做，冇師傅。佢講細妹人唔是讀咁多書，細妹人就木下手貨就好。不過其實客家人當從事教育嘅，係細嘛頭擺人過從事男生就讀多啲嘅，細妹人就唔是讀咁多，識詩就好。哎呦，人怕講就話家本人嘅咩？家本人就冇啲藝術卡，安尼係嘛？唔係，其實意思講細妹人識詩就好，唔是讀咁多書，咁多書冇弄撇嘅，本身嚟去讀。嚇，唔過一下學得唔會哦，我哋就做得安尼有自家嘅路。福氣來咧。哎呀，其實嗰種時係因為屋卡咩辛苦啦，嗬，就較辛苦啲嘅，佢說安尼，學費要交千多錢。佢說較
冇法度。唔係咁加多咗唔係，咁樣到嘅3000塊錢買莆田結後嘅。哦，幾棟時啊？幾棟就買莆田咯。啊，佢講教我學教下吼，就天白之間就有田就有花有菜好種，有米好食，就唔會餓死。哎呀，既然一下想起來嗬，唔見講安尼一下70歲啊嗬，唔看頭擺嘅故事，一下心肝都會有煙攤冇？唔會，唔會有，係看嚟開。看嚟開啊，完全唔會啊，唔會，係。也我有也我嘅苦衷，係冇自家有自家福氣，所以講也不錯啦，就安尼就以後嘅啊。哇！唔講一番係真感動誒，也愛真經有也愛嘅苦衷嗬，安尼兒孫自有兒孫福咩？自家做媽媽，也下做家婆、做阿婆咧嗬，安尼心情特別冇強樣係啊。心情是快樂是很好。哎呦，難怪好生，真經，看嚟開。就安尼，可能佢順其自然，就安尼。係啊，咩希望有喊那多嘅故事嗬，老母會講，冇人安會寫文章。我也是臨時一下寫到冇到一啲咧，以前老師就安尼講乜嘅，佢就寫乜嘅，佢冇加條秘籍落去。要去原汁原味呈現咩？跟住老佢講喊那多，其實做得全部寫下來，係嘛？佢講，佢喊嚟講5分鐘就好，我做咩講5分鐘？等一下講，佢講5分鐘好咧。跟住做其他以後嗬，以前要喊那多嘅作品嗬，就算係書弟輩也講佢教新人嘅，咩做同學嘅教材，安尼咩好，人生嘅經驗嗬，就係用錢買唔到嘅。真嘅嗬，人講鑼鼓人言，用話按正規就會按呢。嗬，我哋冇法度見過安尼嘅過程咩？沙飛冇強用，就會聽到嘅故事。其他後生人過有福氣。係啊，有書，什麼都讀到研究，從佢讀到研究所畢業，讀到很好。係啊，頭路又好，工作又好，我又做到。頭擺嘅人就講冇讀書就做苦工，我就同新人嚟講嘢，愛拿筆上班就實忙讀書，佢哋做實忙讀書，我新人3個人都研究所畢業，都大家都安尼說，當會計，一個當會計主任，一個當會計經理，一個做老師，我屬講3妹妹。哎呦，好，不用叻佢，好冇？不用叻佢，同針喎。我想其實今日兩位哈得主來到現場哈，你哋聽朝有看，互相看你哋嘅文章咯，有冇？係啊，跟以前唔看你漢章嘅文章，有買感想冇？買話對佢講冇？其實我覺得漢章，剛剛我們在後面有聊到，就是我們都是教育體系的，所以我相信他以後一定也是一個很會說故事的好老師。對，然後他裡面說到他阿婆，就是其實我覺得很多客家女性的背景，真的很值得說出來。其實因為很多後生晚輩對於長輩的，尤其是節儉，尤其是有很多他們的習慣跟我們不一樣，我們沒有辦法理解。可是我覺得這個文學獎很值得推廣，就是它讓我們透過書寫的過程當中，就像我寫媽媽的故事，就是透過書寫的過程當中，我從不理解變成理解。那看到他阿婆的故事，我就覺得它是一個，就是可以用生命感動生命的一個故事，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不可多得的。年輕人，哇，講到很好嗬，真嘅啊！一方面呢本我想男性啦、女性嗬啲幾隻沙飛嘅天味冇乜相同嗬。雖然都也下個人人講嘅男女真的是比較平等，一個頭擺可能較冇平權嘅安尼嘅角度去看嗬。我想本現代嘅世來看到頭擺啦，現在客家女性。我哋嘅精神咩好，也係經過嘅歷程咩好，會行得通曉以後嘅培養。嘅漢章自家看了以前嘅文章，知道了。我覺得怡珍的文章非常有溫度。那怡珍媽媽就是一部有聲的故事書，還非常值得我們去挖掘。我覺得像我寫阿婆的故事，也都是我比較主動去跟她問起來。他平常會跟我說故事，可是並不會，可能就是片段的。
当我去问他的时候，他终于就会把故事讲得很完整，然后我也觉得哦，这个东西我要写下来。哇塞！然后，我觉得怡珍也是做了同样的事情，就是在他妈妈身上找到一个非常珍贵的宝藏，然后并把它写出来。也对我们就是这些后生晚辈有一个很好的启发。对，咱讲爱看文章吼，譬如讲伊真有写讲，爱是客家人，因为爱是客家人，无论用的爱是客家人吼，就算高层见过嘛嘅爱也開始學咧客家話，認識咧客家嘅記憶，古說安尼底本自家有清讀嘅養分啊，看做咩係啊？我行得到去接圈阿婆，行講媽媽，就會得到行得到想唔到嘅驚喜啲地度嗬。那入邊呢，咩有看到散文嘅賞評嗬，評審安尼講嗬，結果移動喺入邊散文得獎作品，當明顯伊哋都有講到嘅焦點嗬，加上安尼身份認同係一個當重要嘅轉折點哦。本作品呢有一種接力賽嘅風貌。嗰時就係講到嘅作品，大本大家人嚟動態嘅感覺，係講認同這個客家人嘅身份，本大家每次都非常嘅感動，真的是很巧合。係啊，而且我看到華人自己嘅笑容，咩代表講，無論經過乜嘅人生命，總係有一個出路咩，咩大本大家就係。未來有很多嘅希望啊！而且安尼未來兩位嘅創作有想到很多乜嘅題材嗎？有什麼目標嗎？因為像評審老師們有講到移動這個部分，在我原本寫的作品當中，我比較想要表達就是我的阿婆，也就是客家婦女，傳統的客家婦女，在她的生命中的身份的轉變，就是也包含了移動。可是我覺得。這個不只是只有客家人而已，在台灣人很多的身份認同上面，跟你在生命的過程當中，也是有做非常多，就是身份的轉移啊，也就是我們在講的移動，是可以推廣到就是所有的就是族群上面，不只是客家人而已。那我會比較傾向就是把台灣的故事把它寫出來。對，就也包含我自己的故事、家人的故事，還有客家人，還有各式各樣台灣人的故事。哇，非常的期待哦！對，好，跟怡珍呢？就是往後，我會比較傾向於寫一些就是家裡的故事。那透過這個故事，像我覺得可以試着去理解。對，就比如說我跟媽媽之間的理解，媽媽跟她上一輩的理解，那甚至我覺得在因為我工作的關係，那我對於寫兒童文學也蠻有興趣的，對，所以我覺得其實我覺得說故事，它就是一個接一個的說下去，對，那我就覺得這個文學獎它是一個很好的，就是像我今天帶我媽媽來參加節目，就是希望可以給更多的後生晚輩，給他們一些說，其實家裡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題材，而且透過書寫的過程當中，我們透過理解，甚至我們可以開始原諒，甚至我們可以開始認同。然後我覺得像我們來節目，我們就媽媽原本很不願意來，那然後今天邀請她來，我就說其實。媽媽希望，像你們是華僑身份來到這邊，其實很多人對於印尼，甚至不管哪一個國家，他們對於認同自己，就是有某部分，就是他沒有辦法去說出來的身份的認同，對，所以我希望就是透過這個節目，就是也可以鼓勵電視機前面，不管你是從哪一個省份，甚至哪一個國度來的，既然來到了台灣，然後我們都是一家人。對，台灣人，對，台灣人，係啊，感謝華英姐今日來上節目分享嘅故事，係啊，再次恭喜兩位哈，希望你哋繼續寫好故事，好唔好？安子生，安子生，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來收看夫妻來咧，我相信每帶本大家聽到嘅感動哦。等下呢，繼續聽人先生來做運動了，張來了。